當呢段難解經文我哋處理完之後，我哋進入到經文嘅內容。保羅呢度要提及到死亡嘅問題，佢跟住佢喺接近第55節嘅時候，佢提到話：死啊！你得勝嘅權勢喺邊度咧？死啊！你嘅毒鈎喺邊度咧？死啊！你嘅毒鈎就係罪嘅權勢，就係律法。保羅要討論緊死亡嘅真相，究竟死亡嘅真相係咩回事？我一般人認為死係一個生命嘅週期嘅最後一站，生老病死 ，OK？ 死亡係我最後一站。死係好殘酷嘅，死係將人與人完全係隔絕嘅。如果今日你有個朋友去移居海外，去到北極圈，去到北歐挪威，去到南美洲，去到南極，甚至話澳洲、紐西蘭等地，你仍然可以用 Facebook 同佢聯絡，係咪？但係一個人已經死咗嘅話，你冇法子同佢聯繫嘅，無法聯絡嘅。你要知道，死係將人與人係永遠嘅隔絕。但係基督教嘅思想就認為死亡嘅原因，頭先剛才讀嗰段經文就好清楚，死亡唔係一個生命週期，死亡係犯罪之後嘅結果。當亞當夏娃犯罪之後，罪進入世界，隨之而嚟嘅就係死亡。喺林前15章第21節，佢話死嘅因一人而嚟，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第一個一人係指到亞當，第二個一人係指到耶穌基督。第一個亞當導致到死亡臨在喺人世間，第二個亞當末後亞當耶穌基督將復活臨到人世間。死亡係人生嘅完結，但係唔係生命嘅完結。嗱，我重複呢句說話，死亡係你同我人生嘅完結，人生去到死亡係一個句號，但係生命並沒因為死亡而完結。喺呢個係基督教好重要嘅思想。人死咗之後將會去到陰間。嗱，喺整個新舊約聖經提及到人死咗之後去嘅世界係非常之少嘅經文揭示啊，非常之少，似乎聖經冇乜興趣話俾你同我聽，死咗之後個世界太多嘅景象，因為聖經強調嘅係你同我要活在當下。聖經所形容嘅陰間係有一個鴻溝相隔，信同唔信嘅人，而唔信嘅人喺個陰間裏邊已經受苦，信嘅人喺個陰間裏邊已經享受福樂。但係佢哋要等待係耶穌基督嘅再嚟，跟住復活，有一個大審判。所以希伯來書第9章27節咁樣講，佢人人都有一死，個都要死，但係死後且有審判。所以基督教用睡了，喺哥林多前書15章就話，嗱，睡了啲人用睡了形容人嘅死亡。點解呢？因為我哋有一日要醒。嗱，我哋廣東人都用睡了形容人死，我哋話嗰人長眠，係咪？長眠於地下。但係我廣東人講長眠呢，就唔會認為嗰人會起身嘅。但係基督教用睡了係話可以有人瞓咗覺啫，佢係會起身嘅，就係一個起身就係復活嘅狀態。